美国媒体报告，美国要加强关岛基地防卫系统，让中国唔敢拍台湾。咱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，这当然是要应对中国威胁。另外，外交部每年预算是增加上100亿，也是要拼外交，因应中国打压。外交部115年预算编415亿300万，比去年增加109亿。虽然部长林佳龙讲，是因为占总预算的比例有降低，加上中国对咱的邦交国施压，互因好处打压咱的国际空间，所以要结合公司部门资源进行无偏帮外交战略。不过，国民党立委质疑讲，这价值外交，敢是真做利益外交？增加水的价值，增加水的价值，增值的意思啦，嘿，利益外交啦，谁跟他有利？川普开口闭口攻击啊 ，CPTPP 没有，台美租税协定没有，你没有成绩啊，你养不会像花蝴蝶一样。114年度我们的国际行销宣传的1.1亿全数被删除，台湾宣传变少的同时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就是中国可以在国际上大鸣大放。这个时候必须要透过可能国际媒体，好，会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一些影音的平台。那我们是期待说，既然我们做的那些内容，如果没有通路，那效果还是0啊。面对中国外交预算的加权，25年来规模直头增加11倍。民进党立委希望保留宣传费，让国际看到台湾。不过立委罗美玲讲，115年内底推广华语的预算，哪像甲侨委会有重复。原先是侨委会在主责，而且侨委会在欧洲已经有20所的这个华语文这个学习中心。你们这个计划有没有什么怎么样的区别？我们甚至可以进入他们政府里面，我们也会把侨委会的力量整合进来。像是美国媒体《华尔街日报》报讲，美国5角大厦正在打造关岛防卫系统。有美国军官讲，强化关岛基地是为着阻挡中国拍台湾，展现美军的作战能力。林佳龙嘛讲，美国这个举动当然是影响中国军事扩张。除了台海之外，我想包括整个第一岛链其他的地区，也都密切相关。我们也会跟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跟稳定。即嘛因为美中传习会无确定的因素，总统赖清德拜访友邦，过境美国的计划敢是有上新的进度。林佳龙敢讲，元首出访是外交部工作的重点，然后进一步的安排会由总统府来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